雲地利道35號嘅金山花園呢度呢，就係入口處啦。呢度呢，總共有2座，單位總數呢就150伙。而呢度嘅小學校網呢，就係12區，中學灣仔區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金山花園1、2座嘅入口平台位置啦。呢個平台花園呢，面積都幾大喎。而呢度嘅設施呢，除咗有平台花園、泳池、兒童遊樂場之外呢，仲有個好大嘅停車場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金山花園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有910尺，間隔咧有3房1套，工人套、露台同埋車位添。呢個單位咧間隔非常之實用，廳大房大，價錢咧都好吸引喎。帶大家慢慢參觀下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我哋就見到呢個呈長方形嘅客飯廳。客廳呢邊嘅位置咧，有一個落地玻璃，望住綠油油嘅山景喎。而飯廳呢邊咧，亦都有一隻對流窗，望返跑馬地嗰邊嘅方向。帶大家由露台睇下呢個景觀。呢個弧形嘅露台，外望住呢個綠油油嘅山景，而下低咧就係呢個屋苑嘅泳池啦。而家咧就翻新緊，所以啲水咧就比較污糟，平時唔會咁樣㗎。呢個客飯廳咧方正實用，如果你擺喺電視機同埋梳化嘅位置咧，距離感亦都相當足夠喎。飯廳呢邊呢隻窗咧就望翻跑馬地裏邊一帶。我哋先參觀咗主人房先啦。主人房咧呢邊亦都有一個窗戶，望翻山景同埋池景。而主人房嘅呢一邊咧，亦都預備咗2隻大嘅衣櫃，儲物量咧都非常之足夠。主人房嘅浴室就採取咗企缸嘅設計。另外2間房間咧，就喺主人房嘅對面。第2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咧，景觀亦都望翻山景同埋池景。而呢個房間咧，旁邊亦都添置咗一個衣櫃。第3個房間嘅位置。而呢個房間嘅景觀咧，望翻跑馬地內街。呢個客廁咧，上面有一隻大窗。呢度咧採取咗浴缸嘅設計。廚房嘅位置，再入去咧就係工人套房嘅位置。呢個廚房咧，上下2排嘅櫥櫃。雪櫃嘅位置，3頭樓焗爐、抽油煙機、雙星盤。而工人房咧就擺咗洗衣乾衣機、工人浴室。呢個單位咧，我哋已經備有鎖匙，睇落非常之方便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